是写来自己为了要当偶像歌手跳舞用的。但是现在的话，因为我觉得一直唱母语歌哦，我怕大家听不懂。然后这些连我们部落的弟弟妹妹们，他们因为学校关系、家里环境，所以连使用阿美族语的习惯都很少了。这灵感是这样来的，就是有一天我就看到他们在部落里面跳街舞，哇！什么时候我从我部落里面也开始流行街舞？我还以为只有台北的火车站这样。然后可是他们放的音乐就是那种韩国的啊、英文的啊，其实好像对啊，明明是原住民，可是怎么都是放韩国的、英文的。事实上，真的也没有阿美族的街舞的可以跳舞的歌啊。然后于是我就写了一首歌要给他们跳，就这样开始的。然后你听听看啊，然后就是我自己写的歌，然后给妹妹她们跳。我们先看女生版本的好了，好不好？因为他们练的比较辛苦，他们练很久了。好，我们试试看啊。很偶像一点好不好？偶像。有个人想当偶像，如果你们跳得好，哥哥拍 MV 就找你们。好，掌声就去唱吧。好，前面的摇滚区的朋友小心一点了。掌声！
谢。